據呢啲情報咁樣講啊，基地裏邊咧總共有37種嘅外星人，以呢啲 Grey 呢啲高大嘅灰人同埋蜥蜴人為主啦。外星人嚟呢個地球目的除咗呢啲人體實驗之外，仲有兩個黑暗嘅動機啊。首先咧有25種外星人咧係熱衷同人類嘅女性咧係進行一個交配嘅行為，有8種外星人咧主要係蜥蜴人，係將人類咧係視為食物啦，特別喜歡咧係食一啲受驚緊嘅兒童。咁據講咧呢啲外星人啊同政府喺1954年咧係有協議嘅，協議係咩呢？就係俾土地佢哋啦，俾牛隻佢哋去做實驗啦，亦都咧放寬俾佢哋去做一啲超越道德嘅一啲活體嘅實驗。但係因為協議破裂啊，最後引發咗呢個杜西戰爭，而呢個營救嘅行動導致到有啲咁悲慘嘅結果。儘管付出咗巨大嘅代價，人類嘅營救行動咧只係取得有限嘅成功嘅啫，最終咧只係有3600名嘅女性係被救出，而